来看这个互人好气也好笑的代志，这是伫咧高雄有一个女性去店里消费，结果卡片撸袂过，互人家个诈欺。警方甲伊带转去派出所的时阵，伊煞唔愿落车，伊伫咧洗性地。落尾警方是规气喊公主请落车，伊才甘愿配合落车。姓王的查某人上警车，全程提手机录影，到派出所说唔落车，甲警方提出一个要求。请下车，妹妹请下车。你没有讲我就不下车。我讲什么？公主请下车吗 ？OK。听这句话，姓王的查某人才甘愿落车。这25岁姓王的查某人，因为去高雄新兴区一间蓝毛汇款消费，开2万外，暗过要离开付款的时阵，信用卡落袂过，阁欠1万外，互店头报警处理。这姓王的查某人甲警方就伫派出所门下口经一站啊，警方看姓王的查某人无想要入去，直接提出手铐，对伊宣读权利，佮领伊入去现金分驻所。因为你的消费的问题，你没办法付钱，对方对你提起诈欺告诉我。王姓女子于店家消费新台币2万余元，为付款时刷卡余额不足，尚欠新台币1万余元。警方确认姓王查某人无钱付蓝毛汇款的消费，将迄照诈欺罪嫌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